YouTube 频道呢，要怎么增加新的播放清单？桌面上桌上型电脑萤幕看到了播放清单项目最多200项，那200项之后到底要怎么办呢？有的内容多播放清单里面，你看那个影片数量超过200的几千部的影片呢，所以要播放清单要之1、之2、之3、之4这样，所以要新增播放清单，要进入自己的频道，按那个频道的图徽、频道的徽章进入，然后按这个右下角媒体库，右下角媒体库进入以后，找到播放清单，找到新增播放清单。最近找不到的话，按那个右上角按这个，找不到的话按这个，按最近新增，然后你看，先推上去才有办法画。26是全文逐字念，有没有？历史有声书了，超过200部了，所以要做第2个，新增第2个播放清单。要按下去了哦，要按下去了。播放清单，然后前面有加号呢，按这个绿色字，蓝色还是绿色？蓝色字，要按这边进去新增了哦。新增播放清单呢？新增播放清单，然后要变成公开哦。新增播放清单，隐私的设定要选公开，按这个符号它就会有选项。你看选公开，也有所谓不公开的呢。但是那个影片也不能违反著作权，不能侵犯人家的著作权。比如说自己家族的事情啊，有没有影片里没有侵犯到著作权版权，但是又不想给那个别的人看，家族以外的人看，所以就选不公开。也有私人的，可能是夫妻之间的，就是选私人的，通常都是公开的。然后来新增播放清单，刚刚复制的名称再按上去，有声书版权开放，历史有声书呢，26是全文逐字念，因为这是播放清单第2，影片播放清单第2，26是全文逐字念哦，播放清单第2项。播放清单第2项，清单第2项，因为超过200部影片，用桌上型电脑萤幕显示不出来了，200以后呢没有办法显示出来，所以要新增播放清单，按建立，然后来这边看，再按一下媒体库，再看播放清单。最近新增啊，怎么没有在这里？先进入这个看看啊，
那怎么知道已经自己决定了第200部影片是什么？自己决定了，大约而已。可以从桌上型电脑的荧幕看，记住那个影片名称、影片的档名，然后来这边找。目前大约是已经上传到北史下了呢。你看这个左边有那个等于符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左边有等于符号？最左边呢有个等于符号，做题目是数学题目那个等于符号，按住上下移动，按住上下移动，长按了然后可以上下移动。这个什么已删除影片，那个是有加入播放清单，但是还没有上传成功，还没有上传完成，就会用已删除影片这样来显示。等到上传完成了，它就消失了。这个顺序还可以再往上面移动。你看北史上，但是已经传了，这个是北史下。现在要找到水史，从水草开始，准备加入第2份播放清单。水草、水史、隋文帝杨坚隋文帝，然后来隋炀帝被称为暴君隋炀帝。兴建宫殿浪费铺张浪费富丽堂皇，但是劳民伤财。古人古代帝王崇尚节俭。来看这个，从隋书这边你看时间长达11小时59分56秒，通常都是做11小时59分55秒。那上传以后发现增加1秒。来按右上方，右边有没有？右边有3个点，有3个点，有没有？按进去，储存到播放清单。你看这有3个选项，储存到播放清单，操作，储存到播放清单。那新增的嘞，新增的26时那个嘞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出来呢？还是没有成功啊？播放清单有700多项呢，播放清单有700多项呢。影片版权开放了，刚刚新增的怎么没有找到呢？刚刚新增了26时全文逐字念量，括号清单02，奇怪，没有找到了。就这样了你看这边又变化了，不一样了。